么酒啊，就是不行，比不上咱们岐山温氏，喝到嘴里一股怪味儿。就是啊，还有股怪味儿，跟这壶里的味道一样。他们说的是和风酒。酒味杂连气，香冷胜于水。阿羡，别喝多了，小心掉下去。阿姐，你别管他，掉下去才好呢。师姐，你说如果以这荷叶莲子为引，酿出酒来，会不会格外的清香扑鼻啊？魏无羡，你又瞎琢磨什么呢？还不过来帮忙？什么叫瞎琢磨呀？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和风酒，雅不雅？魏公子，魏公子，魏公子，江城，其他人呢？魏公子，你不要担心，他们被我下了药了，暂时安全的。江公子只是昏迷了，不过他断了几根肋骨，还被打了戒鞭。这边，温朝拿到了江氏的戒鞭，江公子身上应该还有其他的伤。哦，对了，江公子的紫殿带来了。谢谢。魏公子，你就不要说这些话了。啊，江宗主和江夫人的遗体，我已经叫人移出来了，之后再转交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走吧。走。江城伤成这样，往哪儿走？魏公子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躲起来。江公子现在急需用药和安养，不能再长途劳顿了。去哪儿？去夷陵，去找我阿姐，她可以给江公子治伤。谢谢你，文宁。二公子，二公子。醒醒，醒醒！怎么回事？酒里让人下了药。谁？谁敢？
别费力气了，这是百日醉，喝了之后会头痛欲裂、四肢无力，过几天才能恢复。一定是魏无羡那个狗东西。对了，快去看看江城那个小子还在不在。我去看过了，江城被人救走了。什么？我在这莲花坞设下了天罗地网，连只苍蝇都进不来，他是怎么救走的？难道他还真有通天彻地之能？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我叫起来，我要挨个审！阿成，阿成，怎么了？阿成，阿成，你怎么了？江姑娘，江公子他只是晕过去了，我们带他去治伤。你，江姑娘，你放心，魏公子他救过我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阿羡、阿离，你们快走吧，别耽搁了啊！哎，阿羡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婆婆，你也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不要待在这儿了。宗主和夫人都不在了。你们也走了，我老婆子在这儿还干什么呀？婆婆，我们会回来的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温宁他的品阶比我高，他要检查，我也拦不住啊，二公子。那就是我错了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我打我自己，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华单手。二公子，温宁那小子真是有胆呢。公子，这温宁仗着温情受宗主喜欢，竟敢坏您的大事啊！滚开！要真是温宁那小子把人救了，那倒好办了。温竹流明日出发，陪我去一趟夷陵。温情被派往夷陵监察辽，温宁救了人，还会回去吗？温宁那小子能有什么办法？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只能回去找温情。公子啊，如果你发现真是温宁干的，那你打算拿他们怎么办？一起杀了。
魏公子，我们到了。这是哪里？我们先进去吧，这里太招摇了。阿羡，温公子说的对，先进去再说吧。这边，等一下，师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夷陵啊！阿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设在夷陵的监察寮，对不对？你这又是占了哪个倒霉世家的地盘？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魏公子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里是监察寮，可也是我姐姐住的地方。我绝对没有要害你们的意思。如果我想要害你们，那天晚上我进了莲花坞之后，我就可以立刻反悔，也没有必要把你们引到这里来。温氏子弟现在在各处搜索各世家之人，我不能带你们到处乱跑，至少监察寮这里是安全的，他们不会搜索监察寮内部的。阿羡，温公子说的对，你先不要这样。抱歉，不要紧，魏公子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等我姐姐她来了之后，阿宁，我们再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有没有人啊？快把门打开！里面有人呢！怎么回事？开门！快开门！人呢？快开门！没什么，我弟弟回来了，他又生病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是，小姐。魏公子，之前木西山的事都过去了，
就不用提了。那莲花坞呢？该偿命的，偿命。明白了。怎么？你现在就要杀我吗？我去看下江城。肋骨断了3根，界边虽然没有完全好，但也没什么大事，不过会留下疤，损害了一些内力，需养几日便可康复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江城，你醒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吧？江城，你可不要吓我。江城。江城，你说话呀！江城，你说话呀！别看了，以后我会想办法给你弄掉的。嗯。好，好，好，打，打了你会舒服点。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什么？我说，刚才那一掌，我用了10×10的灵力。我问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哦，这样，你再打我一掌，啊，再打我一掌试试。不用打了，再打多少掌，也是同样的结果。魏无羡，
你知道花丹手为什么要叫做花丹手吗？因为他那双手可以化去人的金丹，使人永不能结丹，灵力溃散，沦为一个普通的人。花丹手，花丹手，永不能结丹，永不能结丹。那我这一辈子只能庸庸碌碌，再也无法妄想登顶了，是不是？江城，你知道吗？阿爹和阿娘就是被他化去金丹，没了反抗之力，才被他杀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文竹流，文竹流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可是我要怎么报仇？我连金丹都没有，从此都没办法结丹，我拿什么报仇啊？魏无羡，你救我干什么？你救了我有什么用？你让我活在这世上，看问世嚣张，看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吗？江公子，我扶你起来吧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不需要你可怜我。我不想看见温氏任何一个人，我不想看见你！你给我滚！滚！滚呐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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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姐姐，少了2味药引，五味子和灯心草，重煎吧。哦。姐姐，江公子他好不了了。什么？姐姐，那我们两家岂不是要结仇了？姐姐，你救救他吧。早就结仇了。姐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阿宁，你记住，温氏做的事情，不代表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世代行医，只救人，不杀人，明白吗？等过几天他伤势好些，送他离开吧。去哪里？去哪里都好。你去过云吗？温超不是傻子，很快就会查到这里来的。姐姐，谢谢你。
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要医书，所有的医书、古籍，能找到的我都要。魏无羡，你需要休息。我要医书。吃点东西吧，你师姐特意给你做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江城的皮肉伤好的差不多了，界边的痕迹也淡了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。你师姐让我下了根银针，让她睡去了。去看看你师姐吧，她很担心你。阿成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爹爹说过，江氏的子弟不至于这么点风浪都受不住。你不要放弃，我和阿羡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师姐，阿羡，师姐，师姐，你还没好，别熬着了，去休息吧。阿羡，你过来。
阿仙，阿仙，你累了？不，我不累。我还要看书，书里面一定要记载重新结丹的方法。只是这里的书真的太少了，要是在云深不知处该多好。不对，云深不知处被烧了，古籍都没了，还有谁可以帮我？蓝湛，蓝湛一定会帮我的，师姐。阿仙，阿仙，你过来。阿仙，你很累了，你得休息。我不想等阿成醒过来，你再倒下了。师姐，也许真的都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？也许真的像于夫人说的那样，一切都怪我。我怪你什么呢？爹娘被杀吗？江氏灭门吗？阿成失去金丹吗？那现在事情都这样了，怪谁有用吗？能改变什么呢？阿仙，爹娘已经走了，阿成他有病，我们现在只有靠自己了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真的不能连你也失去，那我就真的只是一个人了。师姐，阿仙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要回莲花坞的，你忘了吗？
那碗粥是师姐特意做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我找到救江城的方法了。你听我说，温姑娘，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再好好考虑一下，这是唯一能救江城的办法了。温姑娘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坚决不能这么做。可是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做不到。你，姐，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？你只需要帮我这个忙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做。姐，要是因为江公子的伤，你就救救他吧。他们都有恩于我，治好了就让他们走，温潮不会发现的。你了解江城的，他太好强，太注重得失，修为就是他的性命。如果他只能当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你呢？姐，
我只有50%的把握。50%也行啊，一半一半的。你了解江城的，他太好强，太注重得失，修为就是他的性命。如果他只能当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你呢？姐，我只有50%的把握。50%也行啊，一半一半的。太好了，江公子有救了。谢谢你。没有兔子，有鸡也行啊。哼。宋兰，宋兰的眼睛怎么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吧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没事。他醒了吗？刚醒，温姑娘正在给他检查伤势。他没事了吧？没事，不过没事，他的眼睛过几天就可以康复了。宋兄，先喝碗药汤吧。魏公子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我也正想问宋兄呢，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又是被谁所伤？那日与魏公子你们分开之后，我与星辰便结伴在外游历。数月前，正值我师父寿诞，我便赶回白雪阁为师父祝寿。没想到，当我回到白雪阁之后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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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师父，师父，小心啊！小心何人？薛洋。宋兰，告诉小星辰，这是我给他送的大礼。他屠了我白雪阁，折磨我师父10余天，一直藏在上面等我心神不宁之际，偷袭出手。这个薛洋是为了报复小星辰才……然后呢？然后我便昏昏沉沉。对了，我恍惚间好像看到了星辰，他跟我说，他要带我去见他的师父宝山散人，他能医好我的眼睛。宝山散人是传说中可以活死人、肉白骨的隐逸仙师。正是，他把我带到夷陵，在那之后，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啊，再接着就遇到了魏公子。那宝山散人呢？他在此处吗？让宋兄休息吧。可是，宝山散人是我的师祖，他在哪里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你是说宝山前辈他？是啊，师姐，江城，他有救了。醒了，醒了就过来吃饭。江城，你真的想死吗？活着也报不了仇，还不如去死。说不定可以化成厉鬼。你可是从小就受过安魂礼的人，就算死了，你也成不了厉鬼。既然死活都报不了仇，那么死活有什么区别？但是，如果你不补充体力的话，怎么去拿回你的金丹啊？我就知道了，我的母亲藏色散人是抱山散人之徒。这抱山散人是谁啊？传说中活了好几百年的仙师，能活死人、肉白骨的世外高人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我有办法，我也知道抱山抱的是哪一座山。换句话讲，我可以带你去见抱山散人。可是你不是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吗？但是我也不是全部都不记得了呀，有些重复了很多次的零星片段，我还是记得的。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子的声音不停地对我重复，
告诉我一件事情和一个地方。他一直对我说，如果今后遇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，可以到那个地方，找那一座山，求助山上的那位仙人。除了你知我知，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哎，包括师姐也不行，否则她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起去的。好，是不是无论我现在说什么，你都会说好啊？嗯。吃饭。快啊！好。对了，我姐呢？师姐已经没事了，估计现在在后山，跟温宁一起采药吧。不让她做点什么，她就不踏实。真难吃。在给人添堵方面，他还真是不输江城。其实我来呢，就是想跟你说，宋兄的眼睛恢复得很快，很快就可以复明了，然后他很快就能离开了。已经犯了忌讳，收留了那么多温氏要抓的人。不差再多一个。也对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求宋兄带着师姐去金氏和蓝湛他们会合。温情啊，把你的安神粉给我一个呗，我要那种可以让人一睡睡一天的。谢了。你想过万一他知道了，要怎么办吗？没有万一，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。没有万一，你瞒得了他一时，瞒得了他一世吗？温情，如若今天出事的是温宁，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，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师姐，我……嘘。师姐，我带……哎，阿成刚睡着，别吵着他。他已经睡得够多了。阿羡。哦，这样说，可以吧？去那边说吧。走。师姐，我看你这几天睡得也不好，我特意向温情求了一些香粉，安神助眠，你可以放在香炉里。阿羡，一下午都不见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吃晚饭了吗？等一下，师姐，这个味道，果然是莲藕排骨汤，特意给你留了一碗。只是这里不比云梦，味道有点不一样了。你尝尝。好香啊！师姐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莲藕排骨汤的时候？记得，那时候爹刚把你领进江家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第一次到莲花坞，哈得要死，特别是江城那几条小狗。师姐，好像江城从小就是那副神气的模样。阿羡，你不用怕，阿成是个好孩子，过些日子他就好了，啊。对不起，江叔叔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阿羡，在莲花坞，你不需要为你没做错的事情道歉，记住了，啊？嗯。阿羡，你跑到树上干什么呀？
阿宪，我都看到你了，你的鞋都掉在树下了。我的鞋，快下来吧，我们回家。不，我不会下去的，有狗。没有狗，是阿成骗你的。你在树上多久了？这样下去，你的手会很酸的。快下来吧。你快点走吧，我是不会掉下去的。阿宪。阿宪！疼，好疼！我的腿断了。没有断，应该也没有折。你先站在这里别动，我背你回去好了。狗来了没有？没有来，有狗我会帮你赶走的。疼，好疼！来，你的鞋是不合脚吗？没有，合脚的。是大了点儿。这是江叔叔第一次送我的东西。没事，我回去给你改改。不用麻烦的。阿宪，无论刚才阿成跟你说了什么，你不要跟他计较。他脾气不好，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玩。那几条小奶狗特别喜欢，现在被阿爹送走了，他心里确实难过。他嘴上不说，其实多了个人陪他，他很高兴的。你半天不回去，他担心你出了事，急着去叫醒我，我才出来找的，知道吗？是谁？阿成。阿成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是叫你喊人一起出来找吗？别哭了啊！你是不是有话对阿宪说啊？没关系。阿成，你先把阿宪的被子拿回去好不好？拿回去。好啦，来，慢点啊。你们两个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在江叔叔面前告你的状的。这是我夜晚突然想出去爬树才伤到的。你也放心，今后看到狗，帮你赶走它。
才对嘛。这是我晚上熬的汤，还剩了些，快趁热喝吧。我姐姐做的排骨莲藕汤最好喝了，来喝吧。来，快喝吧。你的。快喝呀！那个时候那碗莲藕排骨汤啊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还是你、我、阿超，我们三个要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永远不分开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。这个香粉的功效已经足够让宋兄带他离开夷陵了。姐，等我拿回金丹，就立刻去兰陵接你。宋兄，等我姐醒来后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她送到兰陵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。宋兰明白。等师姐醒来以后，一定会怪罪我自作主张。恐怕这一次，她的气没有那么容易消了。她什么时候真的生过你的气啊？也是。魏公子、江公子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宋兄，我姐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二位放心，宋来以性命担保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让江姑娘平安到达兰陵金氏。啊，对了，魏公子，如果你看见星辰，能否替我转达几句话，就说。罢了，二位，宋兰告辞。温姑娘、温公子，告辞。走吧。
们也要走了。温姑娘，多谢你的收容和照顾，告辞。文清，你不要责怪他，毕竟莲花坞的事情。你不用替他解释，换作是我，恐怕态度还不如他呢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从不曾犹豫。姐姐，一个两个都不稀罕自己的命。云梦江氏的惨祸，终成为各仙门讨伐温氏的最后导火索。三大家族共同举义，史称射日之争。就是这儿了。这真的就是豹山散人所居住的地方吗？绝对就是这里。哎，我骗你干什么？让你高兴几天，然后打击更大吗？好了，到这里之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。好，那我就在山下的小镇等你。知道了。江城，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下次千万不能再这样冲动了。
江城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能睁开眼睛。这身上没有猛兽，宁可走得慢一点，就算跌倒了也不能落下不羁。千万不得有好奇心，就咬死了，说你就是魏无羡。该怎么回答问题，你都清楚了吧？公子留步。请问，此处可是豹山散人所居宝地？来者何人？所谓何事？晚辈乃是豹山散人之徒，藏色散人之子魏婴，特来求见豹山仙师。藏色散人，他已经出山，与豹山仙师再无师徒名分。公子还是请回吧。魏婴特来求见豹山仙师，望师祖能念及母亲之情，救晚辈一命。救你一命？公子何出此言？父亲和母亲去世后，魏婴便被云梦江氏的家主江丰年收养，成为云梦弟子。近日，岐山温氏作乱，各大仙门世家皆遭灭顶之灾，云梦江氏亦未能幸免。莲花坞大乱，江宗主和云夫人被杀，而我也在这场混战中被华丹手温珠流化去金丹，沦为一个废人。你说你是藏色散人的儿子，那你的父亲是何人？江宗主的家仆魏长泽。你的父母是缘何去世的？10多年前一场夜猎。师门所在，亦是藏色散人告知于你。是。拉住绸带，随我来。多谢仙师，多谢仙师。公子不必多言，切勿睁眼。是。